西城，你别哎，苏月溪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太过分了！锦溪，奶奶，锦溪，你别冲他手上。何锦溪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一切都是苏妍希搞的鬼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你放开我，顾西城！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奶奶也在旁边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，我也很纳闷啊。人在你床上，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顾西城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们离婚吧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奶奶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的是西城他自己主动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他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，苏妍希，西城，西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，为的就是气走锦溪，你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我顾西城就算没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见你就恶心。西城，你说什么呢？奶奶，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让她滚出我们的家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。老方啊，哎，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让她离开这儿。是。师傅，玛利亚医院。好。方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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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帮我向奶奶求求情吧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家。苏小姐，顾家的少夫人是你的表妹，不是你。奶奶这个称呼，好像不是你可以叫的。再说了，少夫人和少爷闹了矛盾，都不愿意留在顾家，你又怎么可以留下呢？失陪了。哎，方叔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轻举妄动。现在看来，只能让苏妍希和顾西城先做个了断。病人这2个月一直在我们医院，也没有人过来看护照顾。如果不是住院费用已经交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不管他了呢。我妈妈在这里2个月了，我也搞不懂你们子女是怎么想的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过来看看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都是我不好啊，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贺锦熙真的把你带出去看病了呢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贺锦熙了，妈。城南那块地，李氏企业也有意向，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低。现在两边僵持着，暂时还拿不下来。
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什么？你在我们家的附近又看见那个苏妍希了？是。他搅得西城他们两口子都要离婚了，他还嫌不够啊？如果以后再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我明白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她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也怪我。当初她表姐来的时候啊，景旭的情绪就不对了。当初要是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。您不必太自责了。不过，少夫人离家出走之后，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。不管他，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吗？他自己做出的事情啊，让他自己负责。如果景熙不肯回来的话，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。哎，也不知道锦溪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多好的孙媳妇儿！你说，她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顾西城，竟敢这样侮辱我！苏妍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西城，就算你今天掐死我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从我的面前消失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那也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够了！贺锦熙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顾家的钱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西城，西城，西城，听我解释，西城不是这样的，西城。进来，欢迎。好。哟，给你妈擦脚呢。对呀，前段时间我看你总不来看你母亲，我还以为你对老人家不关心呢。现在看来你对你妈妈还挺好。前一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脱不开身，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苏小姐，这个月的护理费该交了，你有时间过去交一下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，没事。西城，服务员，给我酒，给我酒！哎，美女，
美女，我陪你可好？先放倒我再说。上人，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她了。你说这话有人信吗？你有可能一辈子就这一个女朋友？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这次是真的 ，It's real。大哥，一路走好。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？让兄弟们过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吗？是啊。啊？搞得这么阴郁干什么？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 ？Happy 耶！拜托你 happy 一点 ，OK？ 是啊，顾少，你这让我们看着多难受啊！你也高兴点啊。我开心不起来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嫂子跟你生气了。如果是生气就好了。她说她要跟我离婚。Why？ 还不是她那个表姐搞的鬼。我觉得吧，小嫂子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你。你是谁啊？顾少爷，钻石男，一个正常的女人是不会跟你提出分手啊、离婚的这些事儿的。你不了解她，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管她一般不一般，她就是个女人。女人生气的时候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嘛，你不要跟她计较，也不要跟她生气，等这件事情慢慢的过去，她就把离婚这茬给忘了。对呀、顾少，你看你来都来了，小嫂子今天难得也不管你，不如你今天就当做你的单身派对，让兄弟来操办。兄弟我定把你的追悼会变成一个大 party， 耶！哈哈哈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互锦溪，锦溪，快去救救护车！阿姨，不会再理他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人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哎呀，你还来不晚？睡觉再去拿回去拿啊！顾西城，look at me， 开心一点啊，开心一点好不好？
现在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管你做任何事情。Nobody know。我开心啊！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和我的。没看出来啊？顾少现在的心已经和小嫂子紧紧拴在一起了。对，小嫂子很好，非常对你都是很好。可是，梦涵，让我看看，梦涵好看吗？小青，你小青好看吗？当然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姑娘们，姑娘们，请告诉我，这个屋子里最喜欢、最帅的男人是谁？耶 ，very good。现在请姑娘们各显其能。如果谁今天晚上可以把顾少逗开心，那么楼下那辆车就归你了。顾少，我请你一杯酒吧。喝了这杯酒，就能把所有烦恼都忘掉了。顾少，顾少不爱喝酒，我给顾少讲个笑话吧，顾少听了肯定会高兴的。停，大家都走开。干嘛呀？让开！没见到顾少不喜欢你们吗？不理你们吗？顾少就喜欢我这样子的。梦涵，看你的喽。顾少，来吗？喝一杯。一醉解千愁。一醉解千愁。好，这句话我喜欢。喝一杯。喝。姑娘们，敬！一醉解千愁，干杯！解千愁。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做的那些事？他想干什么？如果让顾西山知道我做了这些，不行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来，顾少，还有最后一杯，来喝完。喝完了。好，你们喝。顾少啊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开心啊！那等会我们去哪儿呢？去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别跟我动手动脚啊！哎，顾少，什么？你说锦溪以前留下的地址没人？是，所以无法联系上少夫人。你赶紧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锦溪，不能让西城啊就这么跟他分开。是，老夫人，其实这些天少爷心里也很难受。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还喝得烂醉，您不要管他，人要不失去啊，就永远不知道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。这次的这件事啊，对他也是一次教训。你赶紧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您卡里余额不足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段时间没出去工作，医药费都不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接近顾西城了吗？谢谢你啊，小薇，跟我客气啥呀？加上我这些护理费够不够？还差1部分。我想了半天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找贺锦熙啊？怎么说你们也是同一个妈生的，于情于理也不能让一个人承担呀。我不想跟他开口。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你现在不是手头紧啊，找他借钱又不是其他事情，是为了你妈。你听我的，你必须得找他，你知道吗？
军哥，我都喜欢。哎，喜欢就买，喜欢就买，适合你。服务员，除了这个小不要，那个小不要，其他的其他的都给我包起来。军哥，你对人家真好。等一下。喂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们见个面吧，我有点事情要找你。约我见面？我哪有空跟你见面？爸爸，我们家一个亲戚问我借钱，特别烦。哦，是这样。但愿何子欣能帮忙吧。下一个部门，顾总，上个月咱们总的来说还是盈利的，不过什么？不过相对的开支咱们大了些。哪方面？主要是采购方面。常副总，希望你引起重视。散会。找我来干嘛？说吧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你堂堂顾家少奶奶，你问我借钱？那些钱都是顾家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能碰下去。你就是用这种视金钱为粪土的姿态，把顾西城迷惑住了。可这些在我看来都太虚伪了。你觉得我虚伪？我今天问你借钱是要给妈妈交护理费的。这几个月我住在顾家，没有时间出去打工，身上钱不够了。当初是你说的，要把妈妈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病，可最后你连医院都没有换一家。你是个骗子。苏妍希，到底谁是骗子？顾西城把我赶出顾家了，我现在想回顾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，你把顾西城迷得神魂颠倒，你现在问我借钱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一分没有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建熙，你等等，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有机会接近我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好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不，简溪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2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联系你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别再说了，顾西城。我们2个人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简溪，简溪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顾西城，我不想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不，
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从你带我去国人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。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是你让我知道，原来生活这么美好。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这一切你都忘了。这所有的爱，你都要放弃吗？西城，我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一个骚扰电话。那赶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饭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这是。顾西城，你别给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坐吧。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你以为媳妇儿回来你就没事了？那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吗？那就管呐，那就糟蹋。前几天公司理事来跟我告状，说你撬了自己项目的会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什么去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，您赶紧吃吧，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，破坏了您的胃口。锦溪啊，以后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，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吃饭吧。奶奶，我顾西城犯的错，我自己承担，跟锦溪没有关系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没有说你什么呀。走，锦溪。这孩子脾气是越来越大了，我都说不得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这是揽月湾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样子已经改变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是揽月湾吧？对啊。哎，你见过这姑娘吗？这不是锦溪吗？对。那请问您是？哎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啊。原来是伯父啊。你找他呀？对，你能告诉我她住几楼啊？锦溪她现在不在这儿住了。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公司。一会儿你在楼下喝杯咖啡等我。你之前不是一直特别讨厌去公司吗？
那是以前，但是现在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一下。看我干嘛？没看，你明明看我了。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。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看树吗？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面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，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你高兴吗？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好不好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干嘛呢？高兴？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不行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高兴，高兴我就开车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，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还是这个表情？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吗？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你说这个贺锦熙他现在不住这儿了？对啊，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熙他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，他结婚了，他跟谁结的？对方有没有钱的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熙他过得特别好，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神龙集团的太子爷顾西城。啊？瞎胡闹！顾西城呢？来没来啊？老李啊，顾西城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毕竟这个公司是人家老顾家的，你就是到他奶奶那儿去告状，弄不好那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管他是谁家的呢，反正我知道，顾西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儿。哼，我要不是念在他爷爷曾经对我有恩，他捅的那些篓子，我才不帮他补。李叔，你找我啊？什么事啊？你们家人没教过你吗？啊，进门之前先敲门，看看你什么样子。李叔，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？哎，老李，西城啊，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的，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可他一心一意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。哎，刘叔，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，是为了这个公司好，那么言下之意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怎么说好？老刘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西城啊，今天你是怎么了啊？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尊处优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。刚才李叔说我捅的篓子不帮我补 ，OK， 我捅的篓子我自己补。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支持常志成还是我，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全是他奶奶给惯坏的。嘿，
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站住！放我！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别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雨欣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总裁踹都踹了。传闻中，贺锦熙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怎么回事你？不好意思，左夫人好。站住！你谁你啊？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啊？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啊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2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。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啊。那个，既然锦熙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，你说吧。锦熙呢？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大，开枪！要钱是吧？这要钱多俗气！我就是说资金上那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该怎么办？别夹了！哎呀，不许让你别让夹了！走，别夹了！胡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胡先生，你个傻瓜，快赶紧把我给放了！你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对钱是最没概念，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我最讨厌别人欺骗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撒谎，你把我放了吧，兄弟，把我放了，我放了。顾先生，快让他们放了我！在家。别讲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兄弟，不玩了！顾先生，那个王八蛋，不玩了！哎呀！
注意那个架子上。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到中午的时候回来的，待在房里啊，一直没出来。好。方叔，怎么了？别管他，真是擦去。贺锦熙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孙熙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孙熙。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你爱他，就应该相信他，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，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西城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，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你苏小姐，是安吧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坐吧。哎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了。啊，妍希姐。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
所以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哎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现在有家照顾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。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啊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。让锦溪陪陪你啊！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！哎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琪琪啊，琪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呀，我说姐姐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姐姐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，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了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顾家之后，顾西城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？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，我知道您神通广大。我心里明白得很，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个误会，您就别多想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嘛呢？今天晚上派对来不来呀？爸，长城电子的项目，这个合同是我做的。对。怎么了？赶紧 ！I wanna
哦，好，我马上来公司核实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现在有事去趟公司，有什么事咱们晚上回来再说。我先去换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贺锦熙，苏妍希，稀客啊。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已经跟顾七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有，好，比赛开始，加油啊，姑娘们！让猛力哥动一下，桌上的礼物就是你们的。两位怎么样，猛力行吗？我没问题，这肯定不动。等姑娘们听我说，他不动没有用的。你们硕哥手上没有礼物了怎么办呀？你们没有看到那个孩子大金主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一张黑钻卡，你们到隔壁开间房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随便玩，一切我买单。你走的这么没有留恋呢？你咋那么敏感呢你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练过禽兽铁布衫的吗？说，过来坐，咱们聊会儿天。都走了，一个都没留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？不是你们叫我来喝酒的吗？我是让你来助兴的，不是让你来扫兴的，好吗，大哥？你干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别跟我提他了。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了？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，骗一个大头五零脑子里就二头肌是吧？两种可能。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我有钱，我给他花了。第二，他比我有钱，比我富，更好啊，没有问题呀。他给我花，我可以接受啊。强强联合，家庭联姻，门当户对，非常棒。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怕他跟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钱啊？那至少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可以让他去图。最怕的就是那些钱搞不定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你怎么有脸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。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。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耐心的时候离我远点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，他说他欠了20万赌债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缠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
西城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儿天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西城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了。